中央社记者韩婷婷台北29日电，橘子集团砸新台币1.5亿元行销最新推出的行动生活平台 App BeanFun， 在台北电玩展中打造双展区，4天全区活动破10万人次造访。橘子指出，4天电玩展期间，针对玩家调查 BeanFun 使用意见，包括具备匿名功能，让玩家能自行加入的斗阵聊，可以匿名方式交换游戏情报及分享心情，是迄今受使用者青睐的重点功能之一。第二受欢迎的则是独具的交易功能转点与转账，玩家们可以快速将 Dash 点数或现金转给朋友。橘子集团董事长刘伯元日前也宣示，希望透过接连开创的新话题炒热人气，希望春节后BeanFun会员数能突破300万，终极目标是将橘子集团拥有的1300万用户全数导入。BeanFun 是橘子筹备2年的新平台，目前已上架 App Store、Google Play 双平台，提供即时通讯、游戏服务、电商及支付等功能。除了全面整合集团服务，第1阶段也与东森购物、KKBOX、雄狮旅游、Peachon、玉山银行、台新银行、大都会车队等76家厂商合作，以全开放架构持续吸引厂商入驻。编辑：黄国伦，108-0129。